国内消息来看，咱国内县市首长今仔是就职满一冬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大巨蛋开记者会，伊强调讲大巨蛋是市政府所有同仁拍拼的成果，嘛宣示讲要甲台北打造真做安全之都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台北市长蒋万安带着31个局处首长画口号，就这1周年记者会特别锁到拄则启用台北大巨蛋内面举行。互人解读是要甲前市长郭文铁互相做比较。蒋万安强调，大巨蛋是市府全体同仁大家做伙努力的结果。这绝对不是靠个人的付出，是靠团队一起努力。所以我绝对不会说我们在乱当，我们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全力以赴。大巨蛋我们绝对是以举办球赛运动赛事为主。以我个人私心来讲，我当然非常期待 Taylor Swift 能够来台北大巨蛋，我们都会持续的收集各方的意见。蒋万安也表示，并无认同郭文铁所讲的，做市长前2年拢伫咧乱做。伊句期待大着案件做例，讲市府面对问题就是爱解决问题。然而对明年的目标，蒋万安提出3项愿景。第一位是交通安全，伊要求原本规划伫咧5年内行人安全优先计划，爱加速伫咧3年内完成。我们也对于相关道路上、人行道上的电杆、炮制，我们要落地、要迁移，我们会阶段性的完成。所以这些我们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说，明年就是交通安全，我们要打造安全的城市。算是要互台北市真做安全之都。不过被问到讲伊上任了第1年，互家己的分数拍几分？蒋万安讲分数爱互市民来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